會 Attention Class 板塊面觀。好，嚟到我哋板塊面面觀啦，咁有我哋嘅 Harry 做我哋嘅主導人，同埋我 Louis。咁啊，上個禮拜同埋上個禮拜咧就講咗證券啦，同埋保險業啦。咁 Harry 啊，今個禮拜你想講啲乜嘢咧？嗱，今次咧我哋講另外一個板塊咧，就係 REIT 啊，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啊。咁首先 Louis 啊，你有冇一啲心目中即係比較熟悉嘅一啲 REIT 啊？咁梗係有啦，譬如823領匯咁樣咯。我相信823領匯咧都係人人為之熟悉噶啦，因為當其時佢上市嘅時候啦，05年啊，講緊曾經有一個上市風波啦。咁呢度唔長談啦。咁 REIT 咧，房地產信託基金咧，主要有啲咩比較熟悉嘅基金咧？咁包括就係823啦、領匯啦、405啊、越秀房地產信託啦。咁大家可能聽過佢嘅母公司啦，越秀123啦呢一隻嘅內房股啊。咁佢就係分拆出嚟嘅子公司咁樣啦。咦？咁但係越秀又唔同領匯嘅喎，越秀投資嘅市場係內地嘅租金市場嘅喎。係啊，有啲分別㗎。領匯咧就係做香港嘅居屋、商場啦，甚至乎有一啲嘅街市啊、停車場等等。咁而越秀房地產信託咧，咁佢主要係做一啲廣州地區嘅甲級寫字樓咁樣樣咯。咁而其實阿清姐都講過啦，投資其實可以係好生活化噶嘛。咁其實咧喺領匯之外啊，亦都有一啲嘅林林總總嘅商場咧，亦都係屬於房地產信託旗下嘅一啲物業噶。譬如啱啱嚟新城嗰陣時行過呢個紅磡嘅火車站咧，就見到置富嘅物業。係啦，冇錯，置富都會咧，其實亦都係778啦，置富產業信託其中一個嘅商場啦。咁而嗰個對我嚟講又再生活化啲啦。咁喺我屋企附近啦，馬鞍山廣場其實亦都係屬於置富產業信託其中一間咯。咁所以其實投資呢啲 REIT 咧，亦都係可以好生活化嘅。咁其實點解今次會特別想講 REIT 呢一種嘅投資板塊呢？其中一個原因啊，係因為咧佢哋嗰個嘅回報係相對穩定。嗱，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其實 REIT 咧，佢哋係集中投資喺一啲咧可以帶嚟收入嘅海外啦，又或者香港嘅房地產項目啦。咁佢哋目標咧就係為投資者爭取一個比較穩定嘅收入咯。咁佢收入來源點解會咁穩定呢？主要原因呢，因為佢哋係投資喺一啲嘅購物中心啦、甲級寫字樓啦、酒店等等啦。咁而呢一啲嘅回報呢，佢哋到底係點樣去得嚟嘅呢？其實佢哋主要係租出呢一啲嘅物業，然之後賺取一個嘅租金啦，而唔係一啲市面上啦一啲你見到房地產嘅一啲開發商，佢哋係起樓然後賣樓咁樣樣，所以就相對穩定咯。同埋最主要一個特色呢 Louis 你知唔知道啊？係咩啊？咦？我知喎。根據香港證監會嘅規定呢，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嘅股息分派呢，必須係維持喺90% 以上嘅。係啦，咁意思就係話呢，佢將佢哋100蚊嘅租金回報收咗翻嚟呢，佢哋一定啊最少要將90蚊係派出去嘅。咁所以令到投資者投資係 REIT 呢一種嘅工具呢，嗰個嘅股息回報係比較穩定咯。講咗呢一啲嘅特色啦，咁我哋亦都可以講講佢哋細分一啲主要收入來源啦。咁啱啱講咗有商鋪啦，其實以領匯為例啊，領匯其實佢除咗居屋一啲嘅鋪頭之外啦，佢亦都有街市啊，甚至乎佢哋旗下嘅一啲停車場咧，亦都會以日租啊、月租等等嘅形式租出去，以賺取一個租金收入咯。咁而主要嘅開支作為一個 REIT 嚟講咧，咁就分別會有一啲嘅員工收入啦，一啲嘅維修保養，甚至乎去幫佢旗下嘅一啲商場去做一啲推廣啊、廣告等等嘅開支咯。而呢啲方面我見得多啦，好似我住開嗰度啦，咁我坑口地站物業上蓋咧，全部都係領匯嘅。咁咧，自從領匯買咗啲商場之後咧，就不斷咁樣提升佢形象，然之後租俾一啲連鎖店，從而賺取更高嘅租金。係啊，除此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啲比較即係相對少嘅收入啦。但係其實平時聽眾可能都會留意㗎，就係其實領匯咧，佢哋嗰啲商場中間咧，可能有一啲大空地咧，其實佢哋間唔時亦都會攞嚟做一啲嘅推廣形式啦，去俾一啲譬如大型零售商咧，咁去做一個嘅特賣場咁樣樣咯。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咧，領匯佢其實亦都有一個上升嘅原因喺度咯，就係我哋啱啱講咗出嚟啦，就係一個叫做資產提升啊。Louis 啊，資產提升咧，其實對於一個房地產信託嚟講咧，係非常之咁重要嘅。咁佢哋會係點樣做咧？譬如啦，即係啱啱都舉咗個例子啦，就話譬如領匯咁啦，可
以買入呢啲商場，然之後呢不斷咁做出一啲推廣同埋裝修，而提升個商場形象，吸引人流，再租俾一啲連鎖店。如果呢連鎖店有品牌效應呢，就會再吸引更多人流，而從而提升個收益嘅。係啊，冇錯，其實呢個都可以叫做一個良性嘅循環啊。點解咁講呢？其實你會見到 REITs 咧，佢哋會不停咁樣去做一個資產提升，透過呢，佢哋會改造一啲譬如監控系統啊，即係一啲 CCTV 啦、閉路電視，又會改裝一啲嘅燈飾啊，令到成個商場比較堂皇啦，去達到一個形象提升咁樣樣咯。就然後吸引一啲大型嘅連鎖店嚟啦，大型連鎖店又吸引客人，一個嘅良性循環咁樣做到啦。希望透過咁樣做呢，就係達至到一個長期租務回報提升咯。咁講完佢嘅收益啦，咁佢會唔會有啲因素令到佢股價下跌，同埋有咩虧損呢？嗱，啱啱亦都講過，佢哋收入相對比較穩定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哋主要開支呢，就係嚟自佢哋嗰個資產提升啦，因為我哋一定係要注入一啲資本喺裏邊噶嘛。但係呢一種都算係投資之一嘅，就係你注入咗一個嘅金額落去呢，未必可能達到一個理想嘅回報翻嚟咯。喂，咁有冇試過投資失敗咧？呢啲房地產信託基金？嗱，以投資失敗嚟講呢，市面上嘅 REITs 呢，暫時喺佢嗰個嘅表現嚟講呢，都未見嘅。點解咁講啊？因為呢，以市面上嘅 REITs 嚟講呢，佢哋普遍呢嗰個出租率都係可以維持喺80%、90%，甚至乎呢90% 以上嘅出租率都有㗎。咁好穩定喎，收入都。相對比較穩定啦，但係我哋講過收入比較穩定，開支方面呢，又可能係另外一個變數啊。點解咁講呢？員工收入佔我哋 REITs 嚟講呢，其中一部分啦。咁政府有講啦，5月1號一個法定嘅最低工資呢，亦都係實行咗啦，就係將28蚊最低工資上調到30蚊咯。咁呢一樣嘢亦都會對 REITs喺成本上構成壓力咯。嗱，其實最大筆嘅開支咧，就係講緊佢哋喺一個嘅資產提升上面啦。咁呢一啲咧，都係一個相對少嘅開支嚟嘅。咁而除咗一個資產提升之外咧，比較大嘅就係維修保養啦。啱啱 Louis 你都亦都有講到嘅。啱啱亦都講過咁多即係影響 REITs 嘅因素啦。咁到底呢啲 REITs 咧，應該用一啲咩方法去篩選佢哋咧？係咯，咁多隻 REITs，我揀邊隻好咧？嗱，其實我哋點解要買 REITs 咧？就係相對嚟講啦，我哋買樓嘅話呢，我哋以租金回報嚟講呢，可能3厘、4厘都做到嘅。但係問題係而家呢，講緊樓市呢，接近去到冰封啦，因為樓市出咗好多辣椒嘛。咁對於一個長遠投資者嚟講呢，你即使講緊2年、3年呢，你亦都係要困住咗啲錢喺個樓市度噶嘛。咁所以呢，投資係 REITs 呢係比較穩定嘅，同埋方便嘅，你隨時可以將佢賣咗佢啦。咁啱啱亦都有講過啦，我哋會比較留意投資 REITs 嚟講呢，我哋係想要租金回報啊嘛。咁所以我哋會睇一個嘅 dividend yield， 一個嘅股息收益率呢一個嘅準則咯。咁股息收益率到底係咩嚟嘅呢？其實就係睇緊，假設啦，我哋每一年呢好穩定地收到呢一隻 REIT 6蚊嘅股息啦。咁但係到底我哋喺咩嘅價錢去買為之底呢？喺100蚊嘅價錢去收6蚊嘅回報，即係6厘息啊？定係喺90蚊嘅時候買，然後收6蚊息呢？咁梗係90蚊買，然之後收6蚊息啦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呢個就係一個相對嘅準則啦。咁亦都同翻之前有類似嘅呢一種準則呢，你可以將佢同翻過往嘅數據去比啦，亦都可以同同業去比嘅。另外呢，亦都有一個比較重要嘅數據，就係叫做 Net Asset Value Per Unit， 咩嚟嘅呢？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啊。其實呢一個嘅數據呢，你可以喺 REITs 佢嘅年報呢裏面睇到嘅。咁佢每半年呢，亦都會提供翻呢一個嘅數據嘅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講緊一個 REITs 佢嗰個淨值，即係講緊佢所有資產呢，依家個價值應該係幾多錢嘅？譬如舉個例啊，睇翻上年領匯佢嗰個嘅資產淨值公布咗呢，就30個8毫半嘅。咁當其時呢，佢個市價就做緊39個幾左右咁樣咯。呢啲即係話 trade at premium 嘅股份呢，當然有佢原因喺度啦。點解佢會賣得咁高呢？但係當市場嘅情況一逆轉嗰陣時呢，佢同時亦都係相當危險嘅股份嚟嘅，係咪呢 Harry？ 嗱，以823領匯嚟講呢，你會見到 REITs 領匯呢嗰個嘅日價呢係比較大嘅。點解呢？其實可以睇翻啦，領匯其實佢係一個居屋商場啦，壟斷嘅一個角色嚟㗎。因為呢，當其時係政府將呢啲居屋嗰個商場啦，全部轉售咗俾領匯啊嘛。咁所以呢，以一個壟斷角色嚟講呢，佢所以即係 trade at 一個嘅日價咯。咁但係其實睇翻另外其他譬如置富啊、陽光等等呢，佢哋都係 trade at 一個 discount 咯，折讓咁樣咯。
咁同埋咧呢個壟斷嘅格局咧，究竟會唔會有一日被打破咧？你都知依家好多聲音成日話領匯扼殺啲小型嘅鋪頭啦，令到啲我哋嘅創業或者啲小型嘅鋪頭呢啲經營困難噶嘛。暫時聽政府嘅口吻咧，就應該未打算將領匯咧去做私有化咁樣咯。但係嗱，宏觀嚟講啊，以一個嘅租務回報嚟講咧，投資 REIT 係一個長遠係比較穩定嘅投資工具嚟嘅。睇翻依家咧，你會高嘅話咧，一個 REIT 咧佢可以有介乎3至到6% 嘅 dividend yield 回報咁樣咯。咁所以對於長遠投資者嚟講咧，投資係 REIT 賺取租金收入咧，都係一個比較理想嘅選擇咯。財星同學會 Attention Class 板塊。